地膚嗱，大家識會識㗎啦，你冇可能咩㗎，係咪先？啲人氣會哇，即係係啊！突然間有行雷閃電，有啲 super natural 咁樣。人氣開心啲啊！即係卡通片會開心啲，人氣就會挑戰性大啲，同埋你個人會比較想捉住嗰個角色嗰個樣啊！有時即係佢樣衰，你就叫佢樣衰。但係卡通片好少話，即係通常有用一兩三把聲咁，你就可以做好啲卡通嘅角色。但係人就唔得咯，你真係隨住個樣嚟變咯。即係你話卡通片啊嘛，變佢咦變咗老喎咁樣，你都做到老㗎咁樣。咁但係你話去到人咧，你唔可以咁你做老㗎嘛，即係俾人鬧你啲咁樣咁敷衍㗎。即係人就挑戰性大咯，卡通片就快收工咯。咁人氣個技巧嘅要求係真係相對嚟講係高好多，因為膠片你基本上，如果你做啲即係嗰啲短片嗰啲膠片咧，其實你真係可以咁亂咁嚟嘅。但係你人片啊真係完全唔得咯，你真係要個即係嗰啲語氣啊，全部要捉得好準啊，口啊捉得好準啊，同埋所有嘅步標查咧，即係我哋路報咧，係對人片嘅要求係真係高好多。因為你一個參半個口都一定要靚字，或者啲語氣唔好得啊，嗰啲都要靚字嘅。咁但係卡通片你可以即係自己都要發揮咯，同埋即係要求方面相對嚟講係真係低咗好多，同埋不過創作方面就卡通片會高好多，因為始終你一個動物或者件死物咁佢都可以講嘢，你中意扮咩聲都得咁樣，即係。